Hello，大家好，我是加密九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 Web3创业的一些话题。那创业呢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啊，那甚至是九死一生的。当然也有赌的成分在其中呢。如果赌赢了呢，那么人生呢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如果输了，那将有可能背上负债。那在 Web 3.0创业呢，其实并没有像在 Web 2.0创业那么简单，因为它涉及到复杂的一个经济数学计算。那不再是简单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堆栈。那相比于 Web 2.0创业呢，只需要产品的解决了这个市场上的一些痛点，比如用户的痛点。那商业模式呢足够好，就会有这个投资人愿意去投资。那在 Web 3.0创业呢，需要涉及到的用户运营团队、生态发展、社区等等多方构成的一个经济模型，也就涉及到很多的一个经济学、金融学在里面。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呢，可能会做的事情思考的问题可能更多一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聊关于 Web3创业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会从以下7个方面来谈谈我对 Web3创业的一些观点。那首先第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基于用户的体验去开发产品。那通常大多数的这个创业团队呢，可能会先去思考它的 token 的经济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呢 ，token 的经济模型是决定一个产品的成功关键。其实呢，我个人的观点是，token 虽然是 Web 3.0项目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它呢却也不是首要的。要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对 Web 3.0有不同的认识，去中心化且数据可拥有，数据的价值呢最终可以回归给用户，这是在 Web 2.0呢无法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呢？大家都在讨论 Web 3.0的一个重要性。也就是说呢 ，token 是为用户的行为产生的数据呢进行赋能。比如说用户聊天、浏览网页、看电影等等一切的行为都是数据。那么相应的，在 Web 3.0呢，用户呢可以获得这相应的一些奖励。比如在source化的领域呢，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获得这个 token， 比如说通过聊天、通过发帖、通过提交任务等等。那当然，不同的 Web 3.0的产品有不同的获得 token 的方式。需要让经济模型产生经济价值呢，那就是产品的体验。好的体验呢，才会有更多的用户呢愿意去使用它。而用户呢，只有在使用产品时呢，经济模型呢才会生效，否则呢，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我们如果产品体验不够好的话呢，那么经济模型再好的话这个经济模型都会是失效的。那第二点的话呢，大多数的区块链项目呢，最终都会被定义为一个庞氏的项目。那为什么呢？因为创业团队呢想要快速占领市场，然后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因为他们认为呢，只有通过类似于庞氏的这种营销的模型呢，才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产品的使用的这个行为当中。其实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投机者的心态不可持续，也很难持续下去。那如果回到市场的话呢，用户可能不喜欢这样的一个项目，因为这样的项目它可能会经常性会去修改它的经济模型，而且的话，这样的项目的话呢，用户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团队，那且具有风险性。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想要在某一个领域成功呢，必须要专注创业团队呢需要把焦点放在产品的重要开发上，而不是什么都想去完成，而忽略了用户的体验度。很多创业团队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梦想，然后他们呢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比如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什么时间该推出哪一个产品插件，他们可能毫无这个计划的，然后在推出很多的功能之后呢，最终呢被用户呢这个无情的给抛弃掉了，甚至很多的这个开发出来这个产品的插件呢，没有用户愿意去体验的。所以呢，想要在这个 Web 3.0获得成功的专注是必要的。如果你想要的太多了，那就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否则呢将会是惨败的。同时呢，也需要深耕用户，为用户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体验，打造用户的口碑。有了好的口碑呢，才能有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否则，一切的营销呢都会是徒劳的。即便是你使用了这个庞氏的这个营销模型，那如果你的产品体验度不够好的话呢，那最终依然会被市场给抛弃掉的。
甚至可能会加速这个项目的一个灭亡。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创始团队喜欢这个闭门造车呀，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开发的产品一定会有用户喜欢。其实呢，事实呢，可能跟他们想的可能完全的是相反的。那如果说我们开发的这个产品呢，可能如果只有投机性质的话呢，可能不会有啊、太多的这个忠实用户啊。所以呢，在 Web3 创业呢和社区沟通呢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如果呢一款产品没有人用的话，那等于这个项目呢向社区宣告我们失败了。那一款好的产品呢应用呢，只有团队内部的人认为好呢是不够的，你需要呢向这个社区的用户呢来使用它，并且呢去评价它。那如果社区用户在体验完之后呢都表现得很平静，那这个产品有可能还需要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空间。或者说呢，我们需要向社区的用户呢去征求改进的意见。当然了，在这呢不是说呢我们创业团队呢需要征求社区的意见呢才能对这个产品呢进行创新，而是我们在推出新的功能之后呢，需要收集社区的一个反馈，从而呢提升产品的体验度，这样呢会大大的提升产品的体验度及用户的使用频率，最终呢会留下很多的一些忠实的用户。那么第四点就是创业团队想要做到完美的一个产品或一个营销的计划，这个呢听起来好像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可能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的完美都是有步骤的，如果你想一次性去完成的话呢，可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我们要有计划的进行，而不是一次性达到了这种完美。这是大多数创业团队呢，想在创业过程当中呢最终受到这个困惑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他们想要做完美。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当我们有一个好的营销计划或者一个好的 idea 的时候呢，应该有序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分阶段的去实施。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路线图，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做什么，下个月做什么，下下个月做什么这样的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不。同时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去不断的收集用户的反馈，并不断的去改进，或者说呢，我们应该根据社区的这个情况做出改进，否则有可能呢，我们认为完美的计划呢，最终呢会变成这个泡影了。所以，对于创业团队呢，需要花点时间呢去培养这个用户的忠诚度和用户的粘性。比如说呢，我们有100名的忠实的用户和100名的持有 token 的用户。那两者呢，我认为这个100名忠实的用户呢，这个可能会意义呢，可能比这个100名持有 token 的用户的意义更大。那很多的创业团队他们更倾向于这个持有 token 的地址，那他们可能会更加的炫耀他们这个项目的在多长时间内获得了多少这个持币地址。就是这个呢，我认为这个虽然很重要，但是呢，我认为远远没有比获得100名忠实用户的这个重要性大所以说呢，创业团队不能将两者呢重叠的去看待，一定要分开来去看待这个问题。那么第5点呢，就是创业团队应该多点时间去聆听社区的声音呢，了解市场的真实情况。大多数的这个创业团队他们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只知道的不断的去开发，不断的去填进，不断的去拓展这个用户的宽度，但是他们不懂得去停下脚步来去聆听市场现有的用户的一个心声，所以以至于他们最终被市场的这种伪需求所迷惑了，也就是他们会通过他们的一系列的营销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好像市场很活跃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频度很高，但是这可能一切可能都是一个假象。那就是因为这些假象，最终他们做出来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整个产品这个运营呢受到一个阻碍了。从而呢为整个产品的品牌带来了一个负面的影响，那进一步的影响整个社区的一个积极性。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创始团队应该要反思自己，应该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要认识到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而导致市场崩溃，否则同样的事情呢还有可能会在下一次会出现。那下一次如果再出现，可能会比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一点，那甚至可能会加速这个项目的一个破产。那么第6点呢，我认为当这个如果发生了危机之后呢，那创始团队应该争取更多的这个社区的意见，从而呢从社区呢获得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然后再去优化自己的一个营销和产品的功能。
当然了不排除呢一部分的创始团队他们在危机发生之后呢，他们可能更沉迷于去研究经济模型，想要把经济模型改善的更好，更加的完美，更加的等等等等吧，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可能是他们经济模型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那我个人认为呢当这个危机发生之后呢，创始团队呢应该从他们自身去寻找原因，那这样呢才能找到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所有的问题发生肯定是从团队呢在执行某项策略的时候，或者说在做某项决定的时候呢出了问题。那如果说呢是仅仅只是经济模型的问题呢，我认为它这个问题呢还不是很大。那经济模型出了问题，我们还可以修复。但是如果是营销问题或者说产品运营出了问题，那修改经济模型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浪费时间。那还不如直接让这个产品让这个项目直接破产，可能来得更直接一点。那么第7点呢，我认为这也是我们所有创业团队呢应该去重视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冷启动不要急于让推出市场而是通过小范围的启动之后呢，培养社区和用户之间的一种感情。那早期的项目需要有社区来帮助他去完善这个产品。当然，这也是创业团队去完善和验证自己的经济模型的一个最好时间，因为呢，在这个小规模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去验证自己的这个经济模型到底可不可行通过验证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去制定下一步的这个计划方案。如果在一开始我们项目团队就急于推出市场，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参与进来，那么呢，在未来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将会是毁灭性的。那甚至呢，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项目破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没有经过市场验证，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 bug， 很多的一些急于去修复的问题，我们都没有修复好。甚至我们对我们的经济模型，我们都没有去验证过的话，那最终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因为我们早期在大量的大范围的去宣传的这个事情，那后面参与的人很多的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那如果你再修改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破产所以创业呢是个艰难的一个过程，也是一场豪赌。如果失败了呢，可能会面临破产；那如果赢了，那所有相信这个创业团队的这个社区用户呢，都将获得这个胜利，也都将获得这个收获。反之的话呢，对于社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追随者呢，都或多或少都有投资一些这个资产在这个项目本上的，比如说我们购买的 NFT， 购买它的 token等等等等的。如果这个项目失败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损失也很大的。因为在 Web 3.0的项目来说的话呢，社区和项目是基本上属于共同利益关系。如果项目好了，那所有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利益呢就会最大化。当然，我们要避免出现零和博弈的一个关系，也就是在 Web 3.0呢，我们的这个开发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是不应该是基于零和博弈的这种关系，要实现多方共赢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链游当中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用户跟这个项目方进行对赌的。那如果项目方这个不想去拉盘，那么用户最终就可能就损失很多了这种就是零和博弈。所以在 Web 3.0呢，我们要避免这种零和博弈的出现，我们要实现多方共赢的这种状况。虽然创业团队在设计每一个产品的运营环节上都需要谨慎，摒弃了零和博弈呢，才能在 Web 3.0发展的更好，才能让更多的 Web 2.0的用户呢来使用这个产品。好了，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九哥的频道的话，那也欢迎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并点个关注，并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共同探讨 Web 3.0，共同的成长。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